向警告早，欢迎收看今仔日7月6公司第2台在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昨昏咱国内新增加28个本土病例，3个大病入境的病例，各有1个死亡的个案。看即落办事，本土疫情有转好啊。不过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是强调讲，目前也未决定7月12敢会使解除封锁，若要一定是全国统一。 新冠本土疫情初步增加28例，以台北市15例上济，新北市5例，桃园市3例，苗栗县2例，屏东县基隆市甲新竹县各1例，另外也增加1例死亡个案。大致增加确诊人数甲死亡病例数，这2项拢创下疫情3期警戒以来新低。整体来看，它都持续的在往下。 那今天这个病例数大概是这一波疫情里面来相对的是比较少的。另外，指挥中心分析，5月11到7月初4本土个案有13600多例，男女各一半；同性个案2700多例，将近2成。在同性个案当中，到初4为止有675人死亡，60岁以上占9成，80岁以上死亡率是34.6%。进一步分析近100例死亡个案，平均年岁是73岁，将近8成高血压、糖尿病者慢性病史。 5月18到6月14死亡个案612人，有111人签署 DNR 骨折插管急救，将近2成比例。在单独抗体治疗方面，以台北区为例，6月到7月之间已经治疗64个个案，成效未歹。确诊个案数减少，外界关心3期警戒已经延长到7月12，是毋是有机会降级解封？但是中强调，还无决定是毋是解封，而且未依管始作单位解封，会用分区围堵的方式。 目前还没有决定说要解封这个现在还是在讨论，就是说整体疫情还是我们现在目前最关心的。如果是特别的一个热区的话，那也许会展开一些防堵、围堵的一些作为。 不以县市为单位。根据指挥中心统计，拜六拜日2天有116,000多人次做疫苗，全国做的人数是2518000多人次，疫苗覆盖率是10.52%。另外，做疫苗了后不良事件通报3天以来增加72件，疑似做疫苗了后死亡事件有71件。记者综合报道。 上新的消息来关心，教育部公布幼稚园还有儿童下课了后的照顾中心，在老师甲员工拢已经列出第7队会当做预防针的对象。7月初8拜4会将莫德纳预防针送到各县市开放注射。 根据教育部的资料，全国公立私立的幼稚园老师甲员工大约有73595个人。若囡仔下课了后的照顾中心服务人员大约是3425个人，拢已经列做第7类大型注射的对象，名册嘛拢已经写好势啊。打算7月初8拜4，就会当甲莫德纳预防针送到各县市开始注射。 来关心台北市3个批发市场，从疫情爆发到今，已经有232个人确诊。其中华南市场休困3天了后，伫今仔日要开始做生理。疫情指挥中心伫昨昏嘛定出6大防疫措施，包括爱加 PCR 阴性的证明才会使出入。保持距离，按顺序排队准备做体检。从台北市批发市场爆出疫情以来，初5敢若依次宽南市场这个体检站，3个市场累计确诊人数已经有232个人。宽南市场休市3天了后，按算初6恢复营业。指挥中心定出恢复营业的6个条件，包括入去进前爱查验 PCR 阴性的证明，工作人员爱挂喙暗甲面罩，因若人数的限制是原本的一半。各楼站的路线爱分流，因若单位的工作者拢爱徛名登记，嘛爱落实健康监测。 然后也订定华南市场明日复市的6大条件，那责成市长要确实的办理那并由联合前进指挥所监督查核。中央布达的命令，指挥官布达的命令，我们华南市场一切照办。人家基隆就这样了，就人面罩、口罩都有在戴。 只是说我们可能是嫌麻烦，说真的要这样的话也是配合啦。台北市府宣布，宽南市场的番啊，休市一天是补助5000块，要若雄雄休市，地市会袂付并全派去造成损失，会阁补助5000块。这业者感觉讲，至少会当减少损失。要若指挥中心按算初8进行宽南市场2800个人第2届的 PCR 检测，台北市府嘛会甲批发市场的管理电子化，以悠悠卡甲扫身份证条码的方式，按算15实施。那我们预计是7月15号要上线的所以大概还有
10天的时间以上，我们要讨论这些系统要怎么对接。另外，火林专案执行的第2天，真侪人摕号码牌来体检，2天已经体检5012个人，有2个人是阳性。现在体检站按算会开到初5的暗时6点，不过嘛有发生住伫附近的民众，因为户口无设伫遐，所以无法度直接伫遐做体检。比较建议您只要有在这边附近活动的，当然也可以来筛啊。台北市府嘛启动传统市场反压注疫苗的专案，针对要19000人注疫苗，以中正放假区优先，初5安排伫怀生国中注疫苗。记者综合报道。嘛是上新的消息来关心，台湾的网球选手谢淑薇伫温布顿网球公开赛女子双打16强的比赛，伊甲比利时的东潘梅滕斯一组顺利拍入前8强，各赢3场，就会使摕到女子双打的冠军。谢淑薇伫2019年温布顿网球公开赛，甲捷克的东潘斯翠可娃已经有摕过女子双打的冠军。去年温布顿网球公开赛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停办，伫今年恢复比赛。谢淑薇即届是甲比利时的选手梅滕斯一组，虽讲规定是战甲真辛苦，也毋过有顺利拍入前8强。另外，尖甲姊妹仔即一组伫拄则的比赛嘛苦战3盘了后逆转拍入前8强，写落来因2个人即卖上好的纪录。关心天气，今仔日咱受热带性低气压的影响，东南部有阵雨，也是微光雨。那大台北是细日透强风，咱来看分图。海面上的热带性低气压并无发展做风台，今日透早会上倚近咱台湾。今日咱台湾的天气会受影响，影响上界明显，高有短时间的强降雨。气象局有针对屏东、台东发布大雨特报，爱细日单位讲强阵风。这热带性低气压日时进入台湾海峡了后，南部的雨就会较少。今日各地大部分是多云到好天，过到了后有雷阵雨。双北甲宜兰高温有机会升到36度。若早起伫恒春半岛会透9级到10级的强阵风，大台北嘛会透7级的强风，沿海会有长影。若明仔载热带性低气压就会离开咱台湾，也毋过高压会继续影响台湾，所以明仔载又果是高温烧热的天气，各地大部分是多云到好天，过到了后有机会落西北雨。来关心昨下晡，咱全台湾电力的备转用量降到6%，对供电有够硬的青灯降做用电较暗的黄灯。台电是表示讲，因为天气真烧热，用电量真悬，加上大南机组海气故障，才会安尼，所以有启动应变，要确保电力稳定。天气也是真热，再加上防疫期间，民众拢踮伫咧厝内，开冷气的时间也变长，互热天民生用电大幅度增加。最后一道占风负载到3739万千瓦，备转用量率降到6.07%。供电灯号是供电正暗的黄灯。台电讲，大拿电气5号机故障跳机，系统发电量减少46万千瓦，而且用电尖峰拄好是日头落山了后，太阳光电的输出减半，才会造成欠电。不过欠电的时间正罕见是发生伫咧下昼4点10分。台电就随启动应变措施，包括签约的大型户减少用电，增加水力发电的发电量。到暗时，尖峰供电备转用量率已经到8.13%。根据台电未来一礼拜电力供需的预测，拜3到拜5备转用量的灯号拢是供电正暗的黄灯，备转用量率9.39%到9.93%之间。到拜6备转用量率才会重新登到10%以上，恢复供电稳定的绿灯。记者综合报道。6月底到7月中是南投草屯巨峰坡道大出的时阵，所以因为6月底的黄霜啊雨，互坡道拢闭开，受雨水的损长，即马坡道园受影响的大约有15公顷。公所是表示会协助农民去申请天然灾害的救助。包装报道的手拢无法度停，即马拄啊好是南投县草屯镇基丰报道采收期。不过受到6月望景雨方面连续落雨，互报道比较严重，甚至规关拢爱单调。拢落去，这小可切就落去啊。实际来报道园拍开套路啊，有一寡报道已经烂去啊。进前连续落大雨，造成高粒咸水过多，起来是比较严重的规关烂去，根本就无法度交回予中盘。高龙无奈讲，这是已经报道30多年来上界严重的一届损害。那像我这地这个吼，
差不多一半以上拢总已经是去歹去，去烂去，造成这个咱葡萄采收的这个损失啦，草屯镇公所表示，目前当地季风葡萄的种植面积有30外公顷，这届栽笋初步估计面积有15公顷。公所伫个实地勘采了后，将会协助受灾农民来申请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据公所初估的现场现勘，大概损失达到1半以上，也就是说达到15公顷以上。种植面积的损失只要超过5%就可以来提报，那它是绝对超过5%的。那第二个是，如果那个果树的损伤超过20%，就可以提报。尽速的在这几天就公布这个天然灾害救助。蔡培慧也讲，天然灾害补助是救急的，不过长期来看，农民面对着极端气候的改变，是不是对农民改善灌溉也加跳水池的设施费用，予因另外补助，会国家农委会来进行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加乡亲，咱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台湾高等检察署的主任检察官陈宏达，去年在过车路的时，予汽车弄着伤。台北市的警察局大安分局认定讲是伊无守规矩在身，无行伫斑马线，所以罚伊300块。不过伊提出行政诉讼。诉讼认为讲斑马线是开放的，伊是无行伫中央无毋对，不过伊行伫边啊，认为警方的解说是有错误的。台北地方法院即马判陈宏达胜诉，撤销罚单，专案也可以当上诉。来关心自由时报，明仔后日高有162万吨的预防车要送到咱台湾。包括咱家己买，也阁有日本要关予咱台湾的 AG 预防车。咱国内预防车的货量，即马累积是超过688万吨，目标是8月份注射率要达到3成。行政院政府委员陈宏有规划预防车的平台这个系统，打算伫今仔日会推出，上紧伫月底全国就启用，要开放第9类到第10类的注射对象，会使登记成注文。来关心中国时报。国内因为疫情的关系，致病死亡的个案累积有681例，死亡率是4.9%，这是全世界比全世界平均高真多。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讲，其中有9成的死者伊本身拢有疾病，加上有2成的家属，当时嘛有签落来无爱急救的同意书，这是死亡原因加悬主要的原因。也毋过有专家是认为讲，咱的体检量伤低，而且佫无预防车通治，这是主要的原因。来关心台北市的虎林专案，即马正在处理。中正区的中勤里变做第2个社区体检的热区。市政府是表示讲，5月中到呾有16个人确诊，昨下晡嘛有专工去现场看敢要设快筛站，也是要安排去和平病院做快筛就好。南机场夜市较内底的所在，有6栋700外户的国民主体社区，传出于5月中到呾，累计有16个人确诊。抑阁可能会有北龙甲宽南市场的接触史。台北市政府改列做热区，要设置快筛站做区域性的铺台，互当地居民是真烦恼。它那个是电梯大楼啊，它那个电梯空间很小，比较容易会中。我们这个都是开放空间哦，每次新闻全部都报南机场哦。都会躲在巷弄里面抽烟，然后吃东西。所以你觉得这是造成疫情破口？是啊。这是市府发布消息到呾。里长电话是接袂离，中勤里差不多有3000外户，要1万人，要安怎列名册体检，嘛是一个大难题。里长讲，确实甲市府，抑阁有健康中心几届做沟通，总算同意会当设体检站，嘛建议会当简化体检的流程，互附近的邻里会当做伙体检。能不能比照武林街，拿身份证、健保卡就可以来补筛？因为这些人有的户籍不在中勤里，可是他住在里面。所以，如果这些人都愿意出来快筛，其实我们应该谢谢大家，谢谢他们保持这样子。如果大家都是阴性的，代表我们社区是干净的。市府证实，中勤里这个国民主体，在5月底了后就无新的个案，一直到6月30至7月初3这几天，新增加3个确诊的个案。市府才决定采取区域性的铺台，而且去现场做会勘，嘛请里长列名册，要找出稳重的感染源。在这3例之前，所有的案例都已经解隔，他们也认为说他们的状况不是那么严重，所以他们现在是造册，造册完毕之后，如果超过1000人，我们就去设站；如果他没有超过1000人，那我们就拉车。所以只要他今天造册好，我们明天就可以马上处理。
市府强调讲，若是名册人数无超过1000人，会派专车再去和平病院做体检。中正区中经理嘛是好临专案了后，第二个做社区普泰的热区。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全世界确诊病例是超过1.8万例，死亡人数有398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31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5061例。中国病例有91000多例，香港超过11000例，伫日本是超过80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3400万例，印度超过3000万例，巴西超过18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是超过494万例，法国超过584万例。来关心卢森堡的总理贝特尔一礼拜前确诊，测试的时因为无较好，转去大医。医疗团队要求讲伊爱大医大一阵啊，因为讲伊的病情算是较严重，也毋过算是稳定。卢森堡政府最高证实，前一天断机的总理贝特尔确定将要留伫院观察2天到4天。贝特尔是伫咧随时带入去病院。被诊断出肺氧浓度无够，医疗团队采取预防性的观察治疗，因为伊会继续协助政府运作。阮顾办讲，目前伊的情形是严重，但是稳定。消息来源讲，贝特尔即马人会喘，也毋过无插讲。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伫推特大文祝伊早日恢复。Her support and her wishes of speedy recovery for the Prime Minister of Luxembourg, who's a very dear colleague from the European Council. But of course, we hope to have very rapidly good news regarding his health status. 48岁贝特尔本来是按算7月出狱，要做第2期预防针。伊第1期是伫咧5月初6做的，做的是 AZ 预防针，即马煞确诊，而且伊伫咧6月24、25两天有去布鲁塞尔参加欧盟27会员国家领袖峰会。法国总统马克宏、德国总理梅克尔、意大利总理德拉吉拢有参加。贝特尔伫咧会后无到48点钟久就发烧、头痛，体检是阳性，不过因为情况真轻微，而且是自主隔离，一直到初4才断医。伫迄当阵参加峰会各国领导人拢无传出确诊。有一位欧盟官员讲，会议现场规定爱挂喙安，保持社交距离，感染风险相对较低。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来关心1年疫情，因为病例数直头增加，上诉无够用，致使一间公立病院有33个民众死亡。另外，伫马来西亚，因的政府已经宣布讲要全面无限期来封锁，这是引起当地人的不满。印尼医疗院所爆出欠上诉的危机，爪哇岛中部的日惹奇病院，伫初3、初4这2天，就传出有63个人接受治疗了后，也是救无倒来，其中有33个人是因为病院已经无上诉原因才会死亡。Memang stok oksigen sentral kami mengalami shutdown sekitar jam 20 sehingga kita waktu itu sudah membackup dengan oksigen yang menggunakan tabung。印尼病例数直头增加，初4过一天新增加要28000人确诊，还佫有555个人死亡，创下新高。病院外口临时搭的布棚，人早就已经塌甜，无法度收治的患者，敢若会当踮伫咧厝内做治疗。因若这嘛，互全国医疗用的上诉券计数是起6倍至10倍，上诉一日的计数是起甲台票1万块。专家讲，印尼的体检量无够，实际上伤病人数恐惊还佫较济。Seperti kita ketahui, pandemi COVID-19 dalam beberapa hari terakhir.Ini berkembang sangat cepat karena varian baru yang juga menjadi persoalan serius di banyak negara. 上下班的时间，车路是规个大塞车，2只乌多摆徛伫咧救护车头前，一直饲喇叭，要互救护车赶紧甲患者送去病院。伫咧西爪哇省德坡市，一阵徛乌多摆的骑士，因组一个志愿团体，侪年来协助护送救护车去甲病院，挽救袂少宝贵的性命。在疫情真正力的期间，甚至是逐天出车至少20逝，无私的奉献，互人看到人性的温暖。马来西亚疫情要烧袂退，当局宣布全国为6月份开始进入无限期的封锁。
也若伫咧民间有人发起踩白旗的运动，若是受到疫情的冲击，陷入困境的家庭，会当伫咧门口踩上顶导航的白旗来寻求协助。和附近有能力的人会当来斗相共提供物资，伫咧各行各业拢受到冲击的情形之下，透过民间互相帮助的方式，甲有需要的人斗相共，互因会当渡过难关。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7月14是美国的国庆日，美国建国245周年的庆祝日。因为美国的疫情已经受控制，所以白宫有举行大型的庆祝活动。美国总统拜登伫国庆演说内底，伊是表示讲，国家正在拍拼对抗病毒，也毋过变成病毒咬团，所以呼吁无注意防射的民众，要赶紧去注意防射。美国总统拜登初时伫白宫举办国庆节庆祝活动，招待上千名军人家庭甲必须工作人员，气氛温馨欢乐。拜登伫国庆演讲当中表示，经过16个月大流行，超过60万人过身了后，美国人民伫今年的独立纪念日比过去任何时阵，能够较接近脱离疫情而独立，也呼吁民众积极来做疫苗，抵抗变种病毒。While the virus hasn't been vanquished, we know this: it no longer controls our lives, it no longer paralyzes our nation, and it's within our power to make sure it never does again. We all know powerful variants have emerged, like the Delta variant, but the best defense against these variants is to get vaccinated. 拜登也乐观表示，国家伫伊领导之下，已经过一摆团结，远离分裂对立的黑暗之子。迄一暗，拜登一家伫白宫阳台欣赏华盛顿特区17分钟的国庆宴会，全国各地也充满欢乐气氛。纽约康尼岛的国庆节热狗比赛盛况重现，民众伫热天享受休闲时光。拜登政府原本按算国庆日进前为7成民众自至少一剂疫苗目标，只完成67%，完全自的人数无到一半。虽过去几个月增加甲死亡比例继续下降，专家警告疫苗覆盖率依然无够，袂当放轻松。另外，疫情之下，目前全美国上安全的所在，要算是东北部的农业州佛蒙特，也就是前总统参选人进步派参议员桑德斯的选区甲故乡。当地12岁以上的居民当中，82%已经注至少一剂疫苗，明显比全国平均较悬。当地人认为主要原因是疫苗诊所普遍对领袖甲科学信任，以及居民对社会强烈责任感。另外，美国旧金山园区的奥克兰动物园也咧为园内大型野区动物添加雪条注第一剂新冠病毒疫苗，第2阶段会为零种类家猪来注。这批疫苗是纽泽西的兽医药厂适庭开发所管的，提供11000剂，予全国70个动物园甲组织实验性注疫苗。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加向新咱做伙来看世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昏是甲法国的总统马克龙，还有德国的总理梅克尔举行视讯峰会，焦点是放伫人权甲贸易合作。来关心德国拍算的放宽旅游限制，包括英国等5个国家拢会使入境德国。若是有完整做过2档预防射的证明，安尼入境就唔免隔离。来关心Delta变种病毒威胁全世界，以色列的卫生部是表示讲，即马辉瑞 BNT 的预防射保护率是降到64%，也毋过对预防重症也是同款有效。镜头搁倒来咱国内来关心台北市伫昨昏是新增加15个本土病例，针对台北市的市场，日头传出有人确诊。市长郭文铁即马是决定讲，对于7月7日明仔开始，要开放台北市7间病院，互民众会当免钱去做 PCR 检测，而且无限定是台北市民。北龙甲宽南市场标出群聚感染了后，台北市小连续启动热区的社区普筛好临专案了后，接来是中轻专案。台北市长郭文德宣布，开放台北市7间病院免费做 PCR 体检，无限制是毋是台北市民。台北市7家医院可以做免费的 PCR 嘛，从后天开始上网预约的时候，我们就会控制那个人流了。我们先暂时用
在准备金去支援啦。为初7开始，会当伫咧台北市立学病院、和平、中兴、仁爱、永宁、中校、干道甲万丰病院免费做 PCR 体检。除了透过体检消灭疫情的热区，嘛要找出稳重的感染者。台北市嘛启动第5批注疫苗计划，开放70岁以上的老大人，甲55岁以上的关注民主疫苗。初6、初7开放线顶注文，初8至初10开始注，还阁头一届新增加线顶促销的功能。截止之前，你这样你都可以反悔，再去把你的取消掉。人家预约又没来，人家那疫苗准备在那里是很麻烦的台北市嘛，甲中央争取台北捷运的人员甲公车的司机注疫苗。台北捷运的人员为初5下晡开始注，公车的司机是初6早起开始注。现在第一线风险较悬的站务、司机、清洁人员甲保全是优先注射。这礼拜按算会甲2000人至2500人注射。现在针对卫生局长黄世杰被请假1个月，国民党讲，伊这2年半以来表现真好，咱调查结束了后，就会当回来上班。在好心肝事件出现之前，你知道，在1年。这防疫1年半也说 OK， 专员、科长、股长都要处分，你知道，要调职。你作为局长，总是要等这个政动处的调查完毕嘛，这个调查告一段落，就可以回来上班。国民党强调讲，疫情有较缓和，台北市透过社区的体检甲精准疫调，要甲稳重的感染者找出来。目标是逐礼拜确诊的人数拢要降低1半。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目前咱国内的本土病例数，昨昏咱的本土病例有新增加28例，目前咱台湾的本土病例计共13821例。咱来看伫各县市的分布，目前咱台湾的病例数超过4000例县市，包括新北市有6579例，伫台北市是4597例，超过100例以上的县市伫桃园有713例，苗栗547例，基隆是307例。彰化有267例，台中有199例，伫新竹县是108例。另外，昨昏有新增加1个死亡的个案。目前咱全台湾的本土病例加上境外病例，计共15061例。伫本土病例部分是占13821例。这个统计是疾管署今日早起上新的数字。来关心屏东 Delta 变种病毒的群组感染是新增加1个确定病例，目前计共有16例。新的这1例，疫情指挥中心是推测讲有2个可疑的感染源，即马正在调查。屏东 Delta 病毒群组感染佫增加1例，15163例69岁婚姻人，伊是14905的浙北地区啊。6月2日坐过确诊白牌车司机的车库的隔离，6月2日为防疫旅馆移到集中检疫所的时阵，佫甲亲情14905共车。7月初3发病，指挥中心判断感染源有2种可能，搭乘这个14298的计程车。那个是一个可能性。那另外一个，他们在转移到集中检疫所的时候，他是跟14905坐在同一个车子里面。官方表示，14905、15163两人坐车包含1个囡仔，有12人。除确诊者以外，其他拢伫集中检疫所扩大采检。确诊者已经收治在医院，那相关的一些措施呢，7月10号以前。我们也会再次的来做裁剪。屏东 Delta 群组当中，坐白牌车是被传染甲传染关键之一。不过有人发现东港渡船头尾头顶地有关有白牌车咧载客。屏东监狱站甲警方认定报告，无人来检查。这早是较少啦，检查较少了，是会较好走呢。袂较好走啦，真都完全无人客啊！屏东县警方发布认定报告，表示白牌车检查是监狱业务，进前监狱单位并无请求协助。屏东监狱站回应已经协调交通队，这礼拜会加强处理。为了提高稽查频率跟增加我们的稽查人力，已经结合我们高公所所本部在东港跟板寮地区这些白牌车经常出没的一个热点，加强拦查。到7月初4为止，6月14到1日，捌去过枋寮病院看诊甲陪病的民众，也有将近900人还未体检。潘平安也阁呼吁民众赶紧去体检。枋寮病院也继续停诊当中，恐惊下等体检过一段路，才能够开放。记者综合报道。即摆时间9点31，今日早起有举行全国的防疫会议，目前疫情指挥中心正在开记者会，来听现场上新的说明。以发现早期介入。另外，国内出现 Delta 变异株相关的群聚，除了请地方政府要强化国内
病毒变异株的基因监测外，那鉴于该病毒株具有高度的传播力，未来可能成为主流的病毒变异株，那也援请重新检视病患收治、转送及医疗照护体系量能的准备。第二个是有关于双北的部分，台北市出现较大规模的市场的群聚，考量市场人流多属不特定的对象，那请台北市卫生主管的机关加强辖内的社区、市民及医疗院所的警觉，便于市场周边设置筛检站。那新北市也有出现家禽市场的群聚，也有请新北市的卫生主管机关持续留意后续的疫情变化。那第二个是我们上午有跟县市政府就唐凤政委来跟大家做了一个疫苗施打意愿的登记及预约系统的这个报告哈。那等一下唐凤政委会详细跟大家说明这个内容不过因为这个预约系统我们会是一个试疫苗抵达台湾的这个数量。那对于我们陆续开放的类别，那预计呢，目前初步的规划是预计在开放到第9类、第10类的时候来做进行。那对于地方政府也有建议乡镇市公所如何来提供协助等等的这一个部分哈，所以那每一周呢，这个预约系统规划跟疫苗的施打。那一周就是以同一个类别的这个疫苗来做同一个品牌的疫苗来做注射的规划，就是说这一周是打 AZ， 下一周是打 Moderna， 或是未来还有新的疫苗进来之后，取得 EUA 开始施行之后，就是那一个部分，所以原则上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哈。那第三个是县市政府还是持续对于我们目前在跟到地方上是打第7类的这个族群有一些建议了哈。虽然县市政府也表示这个第7类的部分已经都有一些绝大多数的部会对于这些族群都有一些妥善的规划，也进行得很顺畅。那但是有一些需要建议改善的部分，他们也有陆续提出来。那在会中也特别跟县市政府说明，第7类的民众其实他也都分属在各县市的这个市民或县民。那其实在中央在分配第7类的时候，考量这个分配到医疗院所，其实我们在疫苗的数量一定是一个整数的方式来配，所以一定会有比原来计算要施打的对象还要多。所以请大家一起来合作，一起来努力。那毕竟这些第7类的这些工作，这些各个业别的工作人员，其实都是各县市的民众，所以也等于是在协助各县市提高这个接种率，所以也大家一起来合作，一起来努力。不过就县市政府所提的这些意见，我们当然还是会转知各部会，那我们让这个整个对于这些特定第7类有关于国家产业的发展重大的民生等等国家安全的这些类别的民众，我们在施打上可以更顺畅哈。那这是有关于今天会议上所做的一些说明。那我们接下来就请唐凤政委跟大家说明一下有关预约系统的部分。大家早安，很高兴在这边分享刚才跟各个地方政府在会议上面同一份简报。我们的疫苗施打意愿登记跟预约的这个系统，它的启动条件，我之前跟县市政府的首长跟同仁一一确认之后，绝大部分县市认为是以64岁或以下为比较适合的启动条件。
因为它是以线上的等于中央的造册来取代纸本的造册。那所以到什么年龄是比较适合的启动条件，可能每个人看法不一样，不过大家都是大部分觉得64岁是可以。这个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在第9类跟第10类的施打的时候，如果疫苗量前面几类都已经充足，已经施打的差不多了，它就会满足这个启动条件。目前呢，我们看到这个系统分成4个步骤。第一个是意愿的登记，意愿登记之后，它可以让每一批疫苗来的时候，让县市政府知道它要整备出多少的施打站跟量能。那么它量能整备出来之后，就会把简讯发送给有意愿登记的人。那第3步就是进行预约接种，在这个地方去挑他在接下来1周里面要去哪里，以及那个接种站的时段。那第4呢，当然就是实际接种疫苗。那接下来我就分每个步骤分别说明。第9类跟第10类，我们目前都是以64岁的成人作为年龄的高线，但是第9类因为是全年龄层，那所以是从18岁当做它的年龄的低线。那罕病或者是重大伤病，它都有有效的那个卡的持有者作为身份的判断。那如果是高风险疾病的话，则是用它在健保的资料库里面的主诊断码的这个方式来带出。那这个名单我们都已经运算出来了。那今天我们已经启动了意愿登记的这个系统的网站。那在这个网站，也就是 1922.gov.tw 上面，符合第9类、第10类的民众可以登入。登入的方式就是用你在健保卡上面左下角的健保卡号，以及在健保卡中间的身份证或居留证号，所谓的双号，来当做登入的方式。登入完之后，我们这个系统会跟你要3个资讯，一个是手机号码，不一定要是你名下的，不一定要是本人的，只要能够收得到简讯通知得到你就可以了。第2个，我们希望你填入你想要施打的行政区，也就是说，在这边填入之后就没有户籍地的这个概念了，因为这是一个全国性的系统。所以没有分成在籍或不在籍，是以你选的行政区来规划这个施打的量能。那现在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会有多于1种的疫苗种类，所以在这边我们预设会把食药署开出 EUA 来的疫苗种类，目前2种，当然未来可能就很多种，都帮你勾起来，预设是都可以接受。但是如果有哪一种或哪几种你不能接受，那可以把它拿掉，就按那个已经勾的勾勾把它拿掉，然后再按送出。这个你可以随时回来编辑，所以未来多了什么种类，你忽然间改变了心意等等，后面的这3个手机号码、行政区跟疫苗种类的接种意愿都可以随时回来编辑或甚至取消。好，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意愿登记的部分。那接下来就是当意愿登记完成之后，我们每个星期会在星期3的下午5点收一次单，就是看说，大家登记到那个时候是怎么样？登记还是会继续开，但是我们会在下午5点，在星期3的时候做一次统计。这个统计呢，再加上我们预期会在下个礼拜可以使用的疫苗量，就好比方说，假设这个礼拜有飞机载着疫苗过来，那假设是160万好了，就未来的某个星期啦。假设是160万好了，因为它要检验7天嘛，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好，到下个礼拜我们有160万可以用。但这7天呢，我们就是拿来开设施打站跟接受预约。所以假设说160万嘛，9类、10类，假设登记能够接受这个疫苗种类、这个厂牌的人数，差不多刚好1比1的话，那么我们就分成80嘛。那中间这个钱，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量杯好了，就是说所有登记能够接受的人，在某一类，它的刻度可能从64岁的最底下嘛，那好像倒水一样，就是把80万放进去，
看看说在64岁能接受这个厂牌疫苗的人有多少，63岁有多少，62岁有多少等等，然后一直到说，在下一个刻度就没有办法支应了，那我们就停在前面一个刻度，所以就有可能说第9类它是64，然后一路到好比像说50几，那第10类可能就是64到可能61之类的，要看实际的疫苗量跟大家登记的意愿了，所以那个就是这一期可以预约的人数。而因为可以预约的人数是用实际进来的这个剂量算出来的，所以所有有预约资格的人都可以约得到，没有什么先来后到排队的问题。你先登记或者是晚登记，只要在星期三的下午5点有登记到可以接受这个疫苗厂牌，那么你的登记符合年龄段的情况下，就会转成预约的资格。所以地方的政府呢，我们就会按照这个方式，希望他们把每一区的施打量能开出来。既有的院所可以处理，那太好了。如果既有的院所看起来好像没有办法处理那么多登记量，那可能就要有大型的接种站等等的这些做法。那地方政府在星期三晚上把这个接种站的量能都规划好，时段也规划好，进入系统之后，到了星期四，我们就会转成预约的阶段。当然，对于没有预约资格的人，这就还继续是一个登记系统的网站，医院登记的网站。但对于有资格预约的人，它就会变成一个预约的网站，所以是同一个网址1922.gov.tw。这个时候呢，有预约资格的人就会接到简讯，简讯内容就是说，目前第几类，从64岁开到了多少岁，您已经符合资格，请来选择你想要接种的时段跟地点。那当然，我们也了解说，并不是每个人都很能够使用健保快易通或者其他的方式来进行这个网站读卡机啊等等。所以如果没有网站读卡机或者健保快易通的话，我们也跟口罩实名制所有有合作的超商以及所有合作的药局和卫生所，都提供说你可以实体的拿健保卡，或者把健保卡交给你可以完全放心信任的人，那去实体的这个地方来预约也是可以的。同样的道理，预约好比方说周4、5、6日，它是预约在接下来1周7天的这个时段，就是在接下来1周的4、5、6日1、2、3。那这个时段的选择当然是按照你自己方便，因为我们了解64岁或以下很多是工作人口，那也不一定是上哪一天班，所以如果是直接指派他哪天什么时候去哪里的话，他不一定那么方便。所以预约的目的就是要挑你 OK 的这个时段。至于地点，如果你是在实体的地方预约的话，那么就会在那个超商、药局或卫生所去计算从那边开车的时间的距离。开车时间距离越短，就是越近的，它就会越先显示；越远的就会越后显示。所以通常第一个选项应该就是对你比较方便的一个选项。当然，如果这个操作在超商自己操作有一些困难的话，药师也会协助你，或卫生所的人员也会协助你。那预约之后呢，在预约期里面4、5、6日这4天里面是可以更改的，也是可以取消的。那就随时回到这个网站或者健保快易通就可以进行编辑。不过目前药师或者是卫生所还没有接受这个编辑的需求，所以如果你是去实体的方式来进行预约的话，那尽可能的就是确定你那个时间是可以到，但是当然随时回来还是可以用健保快易通或者网站加读卡器来进行更改。头到现场是行政院的政务委员唐凤，已经针对注意风社开放注文的系统，从今仔日开始，第9类到第10类的民众会当去你顶头注文讲你想要注什么款预防社，想要伫倒位注，这个部分民众会当做参考。再来在地地方放上头，咱来关心家己有一个马来西亚的大学生，6月30大学毕业了后，因为伊就无是学生的身份啊，袂使伫台湾做散工。若是要继续留伫台湾，就要去找正式的工课。也毋过即马因为疫情的关系，工课实在是真恶找。伊讲目前有真侪毕业的侨生拢有拄着即款问题。
伫家己做线工的外籍大学生毕业了后，照规定就袂使搁做线工。家己大学这名外籍侨生，即马就拄着无钱通转去，留伫台湾搁找无头路的问题。学校表示，毕业的侨生会当依法申请居留延期，如果有需要，会协助学生来办理。因为现在台湾也是3级的部分，所以我们在找工作的部分上也是会有困难，因为很多地方都没有在营业。伊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侨生，7年前来家己读大学，因为要做线工，大学期拢爱向劳动部申请。即马离开原本的工课，以前工课的店长就讲，即阵仔工课真正好找。因为它是属于外籍侨生的部分，所以在找工作上还蛮辛苦的。感觉因讲，目前因的国家疫情嘛真严重，要转去的交通、体检的费用拢爱家己来出。想要留伫台湾，即阵仔阁找无工课，有真侪毕业的侨生拢拄着这个问题，大家拢唔知影要安怎，干那会当期待疫情赶紧转好。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屏东发生Delta变种病毒的群聚感染，伫顶礼拜有上万人做体检，嘛有靠要700人爱隔离。其中内底有一个是通缉犯，本来伊是秘去山顶的果子园，也是互警方找到。找到的时阵，伊有感冒的症头，加在即马体检结果出来也是阴性。防疫人员替警察甲互人抓到的通缉犯专心消毒。伊每一个人拢穿防护衫。这位40外岁姓陈的查甫人，因为窃盗，互法院判刑通缉，嘛互卫生单位扣列隔离。伊人煞秘去朋友的果子园，最后互邦寮分局的警察抓到。由于该通缉犯当时有感冒、流鼻水症状，警方不敢大意，除了全程着防护衣外，并通知卫生局人员到场协助。电灯先开一下。其实，这摆Delta病毒疫苗被扣列缺失联的民众，邦寮警方负责29人，爱全部送检疫所。加在落尾，这位通缉犯体检的结果是阴性。毋但警察伫防疫第一线真辛苦，阁有逐工天光就去体检站支援的人员，有人爱甲无人顾的2个后生送去学校，甚至无用甲袂记哩家己的生日，伫面册写批甲囡仔回生日。忙起来就忘记那一天是生日，也忘了晚餐要跟小朋友一起去吃饭，共度这个生日。所以那一天小孩就在家里一直等。黄客员的批，互真侪人知影防疫人员的心声。面对Delta病毒，屏东10天拢总体检12000多人，希望民众配合防疫，唔通拍算防疫人员的辛苦。记者邓雅文赖维做屏东报道。再去看世界，来关心全世界的第1号野人贝佐斯已经落入亚马逊执行长的职务，未来伊打算要注心伫太空事业。若7月20日，伊人生当中的大代志就要实现啊！伊要坐伊家己公司的太空船飞去外太空。贝佐斯伫咧亚马逊成立27周年，正式退下执行长的职务，改任董事会执行主席。57岁贝佐斯毋但是位个人创作全球首富的记者，也甲亚马逊做一间大家认为无啥发展的网络书店，发展真济即马伫咧做电商物流云端服务的大公司。接落来，以董事会执行主席的身份，继续参加亚马逊重要的发展计划，推动旗下组成基金机构的运作，开更较侪时间经营因旗下的太空公司蓝源甲华盛顿邮报。You see the Earth from space, it changes you. It changes your relationship with this planet, with humanity. It's one Earth. 贝佐斯讲，上太空是自细汉的梦想。是了执行长了第一件大代志，就是20要坐因太空公司蓝源研发的太空船上太空。We're going to fly you up into space on the very first flight. That's your 这段第一遍的航行，贝佐斯会邀请1960年代参加 NASA 训练，却因为性别歧视无法度参加太空之旅的佛克做连愿望。今年82岁佛克也会创上太空年纪上大的纪录。因为亚马逊执行长的职务是由贝佐斯重要的干部贾斯接。贾斯自从1997年哈佛商学院器官研究所毕业了，就加入亚马逊。亚马逊的云端运算服务部门就是伊创立的，是亚马逊重要的营收来源。未来贾斯会继续推动远古医疗服务甲卫星网络的计划，扩大云端服务的事业。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
乡亲防疫期间，观点出来爱找机会加减啊运动。伫日本著有要活100年历史的公布草，伫疫情期间又个青红。工地工人上工进前，先听放送做体操，活动筋骨。やはりラジオ体操しないと、なんかちょっと気分が乗らなかったり、体がちょっとなまってたりするところも分かんなかったりするので。公園内有一陣士大人得到放送的指令做動作。で結構こうストレッチも効いてますし、体が朝から伸びてスムーズに関節も動くようになって。這種廣播體操在日本已經有上100年的歷史。一開始1928年，日本政府是為了要促進國民的健康，由美國廣播健身節目所推動。逐工固定由公共電視台放送幾多遍，簡單的動作甲指令，大家一學就會曉，而且唔免傷大空間就當做。真濟人攏會逐工聽廣播做體操，囡仔一個比賽識人的廣播操上早，會當講是日本的全民運動。疫情期間有人佇咧厝內辦公，也是當時情甲同事做陣做體操。テレワークが多くなって孤独感を感じる人もいたと思うのですが、ラジオ体操をすることで1日1回顔を合わ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そういったことからも心身の健康のためにもラジオ体操を始めました。伫咧公園帶頭連的老先生講，疫情期間更加需要運動。伊發現逐工早起來參加的人有變較濟，怎麼增加到250人。而且若發現些人無來，大家也互相關心，問看是毋是身體無爽快。廣播操一做久，也變做大家互相聯絡感情的網絡。根據日本政府的統計，怎麼全日本有2700萬人，逐禮拜至少會做2遍廣播操。公司新聞陳慧敏編譯。加拿大西部即幾天是日頭的彈雷公，甲英國降級比起來加了10倍。氣象專家講，伫即個拜六禮拜可能會更較厲害。加拿大卑詩省即2天發生森林大火超過100件，小氣高溫，抑個雷公4那大風來咧戰強，安尼互消防人員奔波走藏。伫頂個月29出現即個國家上懸的溫度49度6個萊頓值，即擺已經有超過90%的土地起予野火燒去，房屋建築嘛攏受到霜凍，數千人撤離。We also have to reflect on the fact that extreme weather events are getting more frequent. And climate change has a significant role to play in that. 地中海島國塞浦路斯嘛，因為這個燒氣內發生森林大火，有人不幸無命，並且有數十人失蹤去。這個國家總統表示講，這是從1974年以來規模上介大的火災。這邊的野火是對初三下晡開始，佇個特魯多斯山山脈的南邊咧炭燒，面積有55平方公里，上介少還有8個村的居民撤離。公司新聞黃雲玲編譯。禮拜三今日各地頭的溫度，佇北部的溫度上加26度，上懸35度。中部的溫度上加26度，上懸35度；南部的溫度上加26度，上懸34度；東部的溫度上加24度，上懸34度；外島是26度至33度。感謝鄉親收看，祝鄉親平安順心，明仔載去9點，咱再會。